據講，以前啲農民係唔食牛肉嘅，因為佢哋認為牛係一樣好寶貴嘅財產，養牛係為咗耕田，為咗生活，亦都唔會輕易咁賣咗佢。佢哋對牛總係有一份愛惜。由牛我就想到人，而家新界農田越嚟越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耕嘅人少咗，有人轉業唔做農夫，亦都有人直情放棄家園，移民海外再植根，農田荒廢，耕牛亦都唔多見啦。人才流失已經對香港嘅經濟發展構成威脅。政府提出嘅其中一個補充人才嘅辦法，就係喺未來幾年大力擴展專上教育。港督喺89年嘅施政報告裏面提到，希望到咗95年會有接近25%嘅適齡青年可以升讀大專，將來就有更多具備中學以上程度嘅青年人去應付未來香港經濟發展嘅需要。我曾經同香港大學嘅黃庚武校長傾過偈，佢就提到政府呢一個擴展策略。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人才流失的這個人數越來越多，我們這個大專畢業的學生不夠應付香港所需要的人才，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香港大專學額實在太少，所以給更多的學生有機會上大學，是很好的。所以也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也是比較理想的。不過，我就希望時間稍微長一點呢，比較能夠辦得好一點。我們增長到大概從6000多一點，現在我們一共是普通生6000多，漲到9000多，所以不算太困難，還可以應付。香港大學前身係香港西醫學院，喺1887年創辦。好多人都知道有呢一間學院，係因為孫中山先生係佢嘅早期畢業生。到咗1911年，學院轉為大學。1912年正式開課。1911年啱啱就係清朝滅亡嗰一年。其實喺清朝時代都仲有好多香港人返內地考取功名嘅。古語有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一考到功名，馬上就升價10倍。嗱，呢一度咧就係鏡蓉書屋，佢位於沙頭角附近嘅禾坑村。嗱，呢度以前係一間高等學府嚟嘅，啲人讀完書之後就會去到寶安縣嘅縣府南頭嗰度考取功名。嗱，而家呢度已經相當之荒廢，只能夠憑想像當年一大班讀書人喺度捧卷苦讀嘅情景。其實新界嘅大族一向都好重視子弟嘅教育㗎，曾經一度有超過40間私塾，其中有好多仲係好有名嘅添。香港開埠之後，好自然就由英國人引入英國嘅教育模式。辦學固然係政府嘅責任，不過西方教會同埋華人慈善團體喺100幾年嚟，亦都扮演咗非常重要嘅角色。荷里活道嘅文武廟同埋油麻地公眾四方街嘅觀音廟側邊都做過學校。而家睇嚟，或者覺得學校黐住間廟有啲怪，不過當年好幾間義學就係咁樣開始㗎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50年代以至60年代係貧困嘅年代，連食都成問題。當然有好多兒童失學，不過仍然有好多父母節衣縮食都要送啲仔女去讀書。呢棵野無花果樹呢，50年我初嚟嘅時候呢，好矮細嘅。我個大小兒呢，啱啱1歲，而家人大樹亦大啦，長成好茂盛。我哋啲老師呢，大家好和洽。1946年，郭全本老師喺羅富國師範學院畢業，後來從事咗教育工作幾十年，直到退休。看人家滿樹雜花，佢親眼睇到喺50年代青少年兒童求學嘅苦況，亦都深深感受到父母嘅苦心。
嗰陣時學校少，每逢官立小學、中學一招生咧，啲家長半夜就嚟排隊，希望能夠攞份報名紙，為佢個子弟揾個學位，係好困難。到50年代初期，你係嚟英皇教啦。嗰陣時啲學生嘅質素啊，讀書嘅環境係點樣？嗰陣時啲學生咧，一般比現在咧就大啲啦，因為經過戰時嘅停學，又經過戰時嘅困苦嘅生活，都係知道讀書係艱難、好可貴、好發奮求學。 70年代初開始有普及教育啊，其實之前60年代後期係咪你哋已經覺得好有咁嘅需要咧？因為咧整個中國嘅政局變亂，好多人湧嚟香港，咁咧最感到迫切需要普及教育咧，我相信係家長。香港政府好多學校都係分上下午班上課嘅，就覺得就係證明咧啲學生係好需要受教育，學位就不足。呢一個情景係我偶然一次喺屯門碼頭拍外景嘅時候睇到嘅，當時覺得好有趣，而家睇返又覺得好欣慰，因為從中大概可以反映出我哋教育普及嘅程度同埋父母嘅苦心。每年嘅農曆6月13係魯班先師誕，魯班學校嘅學生都會去到西環嘅魯班廟度行禮。而好多魯班子弟都會去參拜，佢哋多數係技術工人，譬如話做三行嘅。以前入行主要都係由學師開始，技術就由師傅傳俾徒弟，一代一代咁傳落去。我喺年青時期都經常聽到有人話去學師，當時啲人總係諗，既然冇書讀，學得一技傍身都係好嘅。雖然而家有免費教育直到中三，仍然都有學師呢一回事，但係就變得有系統同埋制度化啦。有學徒條例管制，規定19歲以下嘅青年人，如果喺某一啲指定行業度工作，就必須同僱主訂立學徒合約。而學徒訓練計劃就由職業訓練局統籌辦理，為學徒提供訓練嘅機會。職業訓練局喺1982年成立，統籌工業教育同埋訓練工作。職業訓練局成立咗一個主要嘅目標呢，係透過呢個工業學院、訓練中心等等嚟去為咗香港嘅工商業訓練一啲基本基層嘅技術人員。有啲學生唔能夠即時適合攻讀大專學位嘅院校，有咁嘅機會入嚟呢個職業訓練局嚟去學咗一技之長，亦都提供一個機會俾佢哋啦，就繼續有咁嘅基礎嚟去進修。喺呢方面，喺配合整個香港嘅經濟嘅發展方面，我相信職業訓練局係可以發生非常之大嘅作用。職訓局屬下嘅訓練中心，除咗有工業，仲有商業同埋服務行業嘅訓練。而工業學院嘅課程就分別照顧到中3同埋中5程度嘅學生。政府大力擴展專上教育，不但止冇削減到職訓局嘅資源，反而帶嚟新嘅發展。因為要發展嗰個大專學位啦，就有好多而家理工學院嗰啲非學位嘅文憑、高級文憑嘅學位呢，係需要騰出個空位出嚟。而職業訓練局呢，亦都接納咗個挑戰啊，係將呢啲咁樣嘅空位呢，係從呢個理工學院嗰度接落嚟。我哋呢就會成立有啲專業嘅學院，呢啲專業嘅學院呢，係專係為舉辦將來高級文憑嗰啲課程嚟去做嘅。據我所知，
每一年都有理工學院嘅學生喺暑期嚟到職訓局嘅訓練中心接受訓練，為佢哋將來投入某一個工作崗位作好準備嘅。我自細冇乜大志，曾經希望做巴士司機，因為可以操縱住一部大機器通街走。又中意做郵差，可以將重要嘅信息分發俾人，就覺得好偉大。結果我入咗電視行，一個喺我立志嗰個年代香港根本未有嘅行業。其實無論做乜嘢，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要緊守崗位，做好要做嘅工作，而且應該喺工作嘅同時不斷嘅充實自己。喺踏出校園之後，其實我哋已經進入另一個學習階段。而家好多大機構除咗要求啲員工熟習自己工作之外，仲好重視在職訓練同埋入職之後嗰個延續教育嘅。為咗了解多啲在職訓練嘅情況，我去到一間公司參觀。佢哋嘅總公司設喺美國，產品同埋生產工序都係屬於高科技嘅範疇。我睇你哋公司都好注重員工嗰個培訓啊！係啊，我哋公司咧向來都係相當注重培訓呢方面嘅工作㗎。我哋總公司咧喺舊年咧將我哋嘅訓練中心咧係提升到咧係成為一間大學，就係 Motorola University。咁我哋亦都喺舊年咧係推行咗一個全球性嘅大規模嘅訓練嘅計劃。佢要求我哋全球嘅10萬嘅員工，每一位每年咧都要接受咧最少5天嘅訓練嘅。咁至於訓練嘅性質同內容咧，就係員工同埋佢嘅上司咧係商量同埋然後決定嘅。咁主要咧就要配合佢而家本身嘅工作啦，佢將來嘅發展同埋公司未來嘅計劃嘅。我哋咧就培訓方面嚟講咧，主要係分2部分。一方面咧就係一啲基本嘅訓練，另外咧係一啲比較專業嘅訓練。所謂嘅基本嘅訓練咧，就係話每一位僱員入到嚟公司第一年咧，佢係必修嘅課程，例如係對公司加深嘅認識啦。另外咧就係對佢工作上咧係必須嘅知識，例如係優質啦、工作嘅效率啦同顧客服務嘅一啲知識。咁另外咧，佢哋就不斷會進修其他嘅根據工作上嘅需要嘅專門嘅知識。其實你哋咁多嘅培訓計劃啊，你同香港嗰啲學術界有冇咩聯繫嘅？哦，有啊！我哋喺呢方面咧係進行得係相當積極嘅。我哋係了解到咧，佢哋訓練出嚟嘅人才咧係我哋未來嘅生力軍。咁就我哋公司有好多位高級嘅經理，亦都係不斷有參與好多各大專上學院嘅計劃嘅。其實香港嘅專上學院同埋工商界一向都有聯繫嘅，而且仲密切注視工商業嘅發展。至於這個工商界的聯絡方面，我們以前也有，不過以前就不大這個宣揚這方面。我們現在就比較公開一點，說明我們這裡有人才，這些人才很可以能夠幫助香港的工商界。工商管理方面，我們現在增加這個學額，也增加多找些師資來教。那麼同時呢，也把範圍擴張。希望能夠在這個研究生方面也多收一點，訓出一些高級的這個人才來這個適應香港的需要。政府同埋工商界一直都認為，喺未來香港應該利用先進科技去推動工商業嘅發展。譬如我知道職業訓練局新近設立嘅精密工具製造工業訓練中心，就提供咗屬於先進科技範疇嘅訓練。職業訓練局嘅訓練主要集中喺操作員同埋技術人員嘅層面。喺大專嘅層面，學術研究工作就係提高科技水平嘅主要動力。因為科技發展，我們世界各地的發展越來越快。
许多新的东西一定要有很好的人才才能够应付。那么学術研究是很重要的貢獻，所以這方面是不能夠忽略的。就所有大學咧都要搞研究，亦你要搞咗研究咧，先可以有新嘅學問嘅發現，可以對社會有貢獻。我哋咧或者可以話比較好運啲啦，啱啱喺呢個時期咧即係社會同埋政府都係覺得研究應該做得多啲啊，所以或者設備會俾得經費會俾得好啲。其實吳校長之所以話佢哋好運，係因為政府最近同意大幅增加大專院校嘅研究經費，而香港科技大學就喺呢一個時候成立。喺科大校園，吳校長提到佢哋嘅理想，大家有一套理想咧，就係想點樣可以幫助香港嘅經濟發展到更高一層，點樣可以提高香港嘅科技嘅水平同埋管理嘅水平咁樣。除咗要發展高科技之外咧，提高香港嘅工業商業嘅嗰啲貢獻之外咧，仲要準備為學生將嚟點樣面對一個新嘅社會，點樣達到即係港人治港嘅嗰個目標啦。科大校舍正在加緊興建，預期喺91年10月開課。佢有3個學院，分別係理學院、工學院同埋商學院。目的係培育高質素嘅科技同埋管理人才，去應付未來經濟發展嘅需求。其實香港社會而家正喺度進行嘅有一種經濟轉變，點樣從一種低科技嘅以勞力密集為主嘅一個經濟形式咧，要轉到一個以技術為主嘅技術密集社會。呢個轉變其實照我嚟睇咧，仲重要過政治轉變。所以我希望咧，我哋將嚟嘅學生咧喺技術上邊咧，佢有佢嘅專才，可以幫助香港經濟上面達到轉變嘅目標。同時咧，就喺個政治轉變之內咧，可以可以做到一個好嘅公民，可以參加社會嘅建設。所以呢個期望係好可以話好大嘅。我最近參加咗一個由大學生同埋老人家合作搞嘅活動，覺得好有意思。我記得有人同我講過，話香港嘅大專學生社會意識仍然薄弱，但係港大嘅黃校長就有唔同嘅睇法。他們的思想方面已經有相當的進步，我覺得他們對社會的了解現在比以前要好得多。他們對香港的前途也了解得清楚一點，他們也非常之關心怎麼樣的能夠對香港社會有貢獻。其實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對年青人有一定嘅期望，佢哋好多時都係咁默默耕耘。郭全本老師就向我提及佢做老師所持嘅態度。咁啊覺得啲學生好多唔懂事，又想咧教好佢，以為自己係救世主啦，咁都係唔對。咁後來咧，我又覺得應該學魯迅先生嘅講法，俯首甘為孺子牛。最大嘅收穫就係精神嘅安慰，依家睇到啲學生成長。人才培訓要用大量嘅社會資源，人才流失亦都可以話係社會資源嘅喪失。大多數人都覺得可惜。兩位校長又有啲咩睇法呢？香港的確係有人才喺度離開香港但係我唔係幾歡喜聽話即係外流咁嘅講法，因為人才係對流嘅，係交流嘅。雖然有人離開，都有人嚟呢度。有陣時我覺得對於人才流失呢件事咧，我哋自己講得太多啲啊！你睇下據我了解，新加坡照人口嘅比例嚟講，外流啲人移民要多過香港相當多。台灣而家經濟咁好，一年都最少有4萬到6萬人，尤其係所謂精英喺度離開嘅移民嘅，人哋唔出聲嘅喎，我哋自己成日喺度講嘅，係咪？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咁大嘅問題。香港情況好啲，人哋自動會翻嘅。我在國外也碰到許多我們香港大學的校友，我常常就是勸他們找回來，有一部分是很願意的，心裏面還是很記掛香港。不過這個到底人是多少呢？我的印象還是不算太多。我們港大的畢業生大部分還是留在香港的，而且我看我們現在的一般的學生，
他们的意识主要的还是要留在香港，替香港服务的。有人特別為一啲被認為有天分嘅小朋友設計課程，希望可以發掘到佢哋嘅潛能。有更多嘅人致力培養小朋友嘅社會意識。我哋當然希望下一代能夠才德兼備，將來為香港服務。努力培養下一代係一種責任。我自己有咗仔女之後，先至知道責任重大。喺種植過程之中，無論係園丁或者幼苗都要受苦。園丁要落足心機，忍受日曬雨淋，而幼苗就要被限制喺一個特定嘅環境之下生長，又要被修剪，先至可能成為大樹。人才培訓係一個艱辛嘅過程，但係辛苦完又可以享受到極大嘅快樂，足以補償一切。